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无语是珍宝》蒙二蒙参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讲要放弃介简单，想要坚持真困难，要做毋做出在咱，实际行动较周全。出在有两个解说，第一个解说是凭借依靠，要答应唔答应是出在你的意思，我袂甲你干涉。第二个意思是任凭随他，出在伊去，出在人讲，出在的近义词也阁有故在、随在、犹在。今仔日的无语是珍宝，蒙二蒙参考就讲到这，咱后摆再会。